冷的梦搬醒，我搁再想起你。恨我哪会将心啊交予你？你要阮的喙齿，讲甲我水水水，互我袂记你初见面爱坚持。爱我的是你甜甜甜，想我的暝你甜甜甜，去我的是你甲喘开，无情无泪对相见，我算什么？嗨，大家好，欢迎光临岳云爱唱歌音乐教室，我是岳云老师。今天要介绍给大家的这一首呢，是张秀清小姐的新歌。来，我们来看一下，这是赢你一口气。这首歌啊，目前是三立八点档《天道》啊连续剧的片头曲啊，作词作曲是好棒棒的石国人老师啊。这是一首降 A minor 40拍子的歌曲，速度呢122，还蛮快的哈。来，我们来看一下这首快节奏的歌曲。来，啦啦嗦啦咪嗦嗦咪，轻啊，前短后长，怎么讲呢？因为第一个音是嗦。啊，脚底下两条线是短的啊，这个咪呢，脚底下两条线是长的啊，比嗦来的长啊，而且咪有附点啊，所以这个咪是3/4拍，嗦呢只有1/4拍啊。啦啦嗦啦咪嗦嗦咪，咪瑞咪瑞哆哆瑞哆啦2、3、4，啦啦嗦啦咪嗦嗦咪2、3、4，咪瑞咪瑞哆哆瑞哆啦2、3、4，这个咪瑞呢，前面更短啊，这是一个装饰音呐哈，我把它写成下面3条线啊，表示它是短短短哦。来，我这有一点倒装啊，从高调到下来啊。我搁再想起，这个 key 呢是一个这个电波的波上坡音啊。那像上面看到哆的上面有一只毛毛虫，那看到毛毛虫的时候怎么样？哆再往上一个音是什么 ？re 啊，所以我们这里看到这个毛毛虫，我们要唱上坡音，我们要唱哆瑞哆咪瑞咪瑞哆哆瑞哆哆啦。我没有写哆瑞哆，可是画一个毛毛虫就是要唱哆瑞哆。来。冷冷的梦搬醒，我搁再想起你2、3、4，再一次来。冷冷的梦搬醒2、3、4，我搁再想起你2、3、4，哆哆哆啦啦啦，嗦咪嗦咪瑞嗦咪3、4、5、6、7、8。哆哆哆啦啦啦，嗦咪嗦咪瑞咪2、3、4、5、6、7、8，昏有转音，昏，请记得把它带。昏，它的尾音是什么？昏，我哪会昏，我哆啦啦，转音在后面。昏，我哪会啦啦。中是低音的，脚底下有拉的，脚底下有一个点是低音的。心呢，心是个闭口音，而且它要高八度。魂我哪会将心交予你？你有转音，嗦要带进来。我们唱谱的时候，这个嗦不用唱，唱歌词，你要带进来，然后你有1、2、3、4、5、6、7、8，有8拍要拉长音来。阮我哪会将心交予你？2、2、3、4，从头来。冷冷冷的梦搬醒，我搁再想起你。
阮我哪会将心交予你？五六七八，re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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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 re do la 2 3 4，re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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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 re do la 2 3 4，你未分的喙齿啊，来再念一次来，你未分的喙齿，你。转音带进来，你要分的喙齿，哎，转音带进来，你要分的喙齿，吱，后面的尾音是一，来，你要分的喙齿，2 3 4，哆哆瑞啦啦嗦咪2 3，哆哆瑞啦啦嗦咪2 3。讲甲我追追追追的尾音是什么？追啊！所以我们这里要唱讲甲我追追追，哎，尾音要记得带出来。讲甲我追追追，你要分的喙齿2 3 4，讲甲我追追追2 3，那是哆哆哆瑞咪瑞瑞。那是哆哆哆瑞咪瑞瑞，好我2个音只有一拍，那是哆哆哆瑞咪瑞瑞，好我袂记你错记面袂记，袂半拍，记有一拍哦。所以它的袂是前半拍，那它的后半拍是什么？记。那记是一拍，所以它还有半拍，对不对？所以它是力的前半拍，所以这个记呢，这个记呢，就是袂的后半拍跟这个力的前半拍。袂记，袂都袂记，你错记面。互我袂记你错记面，停咪瑞哆啦2 3 4 5 6 7 8，来从拉西来，拉西哆哆哆瑞咪瑞瑞，停咪瑞哆啦2 3 4 5 6 7 8，来，互我袂记你错记面，停，无来面的后边停一拍有没有？来再来一次。互我袂记你错记面停，爱坚持坚持啊，坚哦，就像今仔日的今啊，港音哦，港音哦，爱坚持来，互我袂记你错记面停，爱坚持2 3 4，好。安尼主歌唱完了，来，我们把主歌连起来了。零零的梦半1 2 3 4，零零的梦半起，我搁再想起你2 3 4，恨我哪会将心交予你2 3 4 5 6 7 8，你要分的。你要分的喙齿2 3 4，讲甲我追追追2 3，互我袂记你错记面停，爱坚持2 3 4 5 6 7 8。好，来，我们正式进入副歌。啦啦嗦啦啦嗦咪瑞咪2，啦啦嗦啦啦嗦咪瑞咪2，来，过一摆来。啦啦嗦啦啦嗦咪瑞咪，爱爱爱，把它转音带进来，来。爱我的是你甜甜甜甜，上面有一个毛毛虫，有没有？嗦啦嗦，甜甜甜，爱我的是你甜甜甜，瑞瑞哆瑞，咪嗦咪瑞咪2，瑞瑞哆瑞，咪嗦咪瑞咪2，想我的咪，你甜甜甜甜。甜也是3个，嗦啦嗦，嗦啦嗦，想我的咪，你甜甜甜哦，前面是甜甜甜，这是甜甜甜啊，这个蝉啊，这个蝉你缠的这个可爱的姑娘不放的那个蝉呢哈，爱我的是你甜甜甜，想我的咪，你甜甜甜。啦啦嗦啦咪哆西啦，哎，
都是啦咧吼，因为我们看气外的时呢，你加喘气啊，所以呢哈，这个是有一点气，对不对？所以把它切开，把它分开。哆西拉，把它分开哦，来，拉拉嗦拉咪哆西拉，拉拉拉拉拉嗦拉西，啦啦啦啦啦嗦拉西，来。啦啦嗦啦咪哆西啦，来，我们唱歌词。奇怪的是，你敢喘开，搁一摆来。奇怪的是，你敢喘开。切气跟息都有转音，记得要带进来。再来一次。奇怪的是，你敢喘开二，无情无泪过三更。无情无泪过三更，无情无泪过，有没有啊？这个转音要带进来啊！无情无泪过三更，咪哆西咪西哆西哆哆西，咪西哆西哆哆西。这个哇呢哈，这个根有一拍半，西本身一拍，附点半拍，所以它有一拍半啊。无情无泪过三更。咪哆西哆西哆哆西，咪西哆西哆哆西二三四，咪西哆西哆哆西二三四，我算虾米，我算虾米，我算虾米，再过一摆来。我生虾米？好，来来来，我们从这里无情无泪过三更来了，啦啦啦啦，来一二三四，无情无泪过三更，我生虾米？好，过来呢，我们从这个副歌来接来，爱怪喜来一。二三四，爱怪是你甜甜甜，想怪咪你甜甜甜，奇怪是你敢喘开，无情无泪过三更，我算啥咪？啦啦嗦啦咪嗦嗦咪二三四，啦啦嗦咪。啦啦嗦啦咪嗦嗦咪，零零的梦那起。来，这一段呢哦，跟最前面就很像了。啦啦嗦啦咪嗦嗦咪的，零零的梦半醒啊，这边呢零零的梦那起，有没有？来来，零零的梦那起，嗦咪啦嗦。嗦咪嗦啊，这里又嗦咪嗦咪嗦啦嗦咪瑞嗦咪嗦咪嗦啦嗦咪瑞嗦咪，我要搁再想你，零零的梦若醒，我要搁再想你，瑞瑞咪瑞嗦嗦啦啦嗦咪。瑞瑞咪瑞，嗦嗦啦啦嗦咪，来来来，瑞半拍，这个瑞呢一拍，然后它又半拍，所以这个瑞呢跟刚才呢袂记力粗见面赶快，这个半拍啊，那它后半拍呢，它后半拍在磨这里，可是后磨是一拍呢哈，啊它的半拍是它的后半拍，对不对？那它还有半拍呢哦，简单的后半拍，它 re 的另外一个后半拍就是这个钢琴钢的前半拍，所以呢，我们打拍子的时候，若拿前半拍，无后半拍，过前半拍就钢啊，所以呢，伊的半拍，伊的一拍呢哈是弱诶后半拍加钢琴的钢的前半拍哦，所以它是。人家都是前后前后一些后前啊，它是颠倒摆的。re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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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 re so la so la la so mi re so so 低的 re re mi re so so la la so mi so 啊，这里 so 呢要高八度 re re mi re so so la la so mi
若无感情，感情要闭口。若无感情，就放你去，就放你去。要跳高8度。其实哈，嗦啦啦嗦咪已经是这首歌呢哈蛮高的地方的了哈。所以你看，嘎穿苦哆是最高的，所以嗦啦已经越来越靠近哆了，对不对？所以这边已经算比较高了。那我建议大家呢，若无感情就放你去，核心要 hold 住，就是什么小腹、大腹动作要收起来，肚子要收起来，然后呢，这个把你的贡丸脸上的这个颧骨呢要微笑，尽量的笑，把颧骨抬高哦，那让声音往头上去哈。若无感情就放你去，瑞咪嗦二三四嗦，哎，我瑞咪嗦二三四五，再继续来，瑞咪嗦二三四五。若无感情，就放你去。我要1、2、3、4、5。好，来，再一次来。若无感情，就放你去。我要1、2、3、4、5。咪嗦啦哆啦哆啦嗦嗦咪。咪嗦啦哆啦哆啦啦哆啦嗦嗦咪，这里这个是4连音，一拍有4个音，咪嗦啦哆啦哆啦嗦嗦咪，这个很快啊，我要1、2、3、4、5啊哩呀，我要我慢一点来，我要1、2、3、4、5哩，安尼听有清楚无？搁一摆来。我要赢2、3、4我要赢2、3、4、5，赢有5个音。我要赢2、3、4、5，后边呢？后边嘛是哩，好哩，的。这个通通都是用呀的尾音来去拉啊，人讲唱个系砍丝有没有？这都是咧砍丝啦。若无感情，就放你去，我要你，这个呢，你后面这里呢也是他唱的时候呢，呀你这里又你又一个你又再唱一次的，你一脚开，一脚哆瑞咪瑞哆啦，哆瑞咪瑞哆啦，一脚开我要你一脚开。这样呢开呢2小节，安尼就唱完了哦。来，我们从哪无感情来1、2、3、4，若无感情就放你去，我要你一脚开。停。来，接下来呢，压力一口开唱完了后，我们就要间奏6小节，然后反复记号，对不对？反复记号从哪里？从头零零啊，忙半声，继续唱，唱到呢，我要赢你一口开，然后唱到这里。第2遍、第3遍都是要唱这2个小节，对不对？第2遍高帽子2在这里然后跳过来，37只有高帽子1，对，所以第2遍呢，我们要唱间奏8小节，高帽子2高帽子间奏8小节之后呢，要接旋律的度副歌爱我的时，你甜甜甜，想我的眠，你甜甜甜然后又一直唱呢，又唱过这个我要赢你呢一口开然后唱到这里就结束那我们刚才呢已经逐句的教唱第1遍，那我们来唱第2遍同学说什么？同学说如果唱到他们我们大家听起来呢有问题的地方，就请老师中断一下，然后跟大家再说明，没问题。那我们从头来，零零的梦搬起来。
二三四，零零的放半醒，我搁在想我这里呢要倒过来啊，我搁在想起你起有这个上播音有没有来？我搁在想起你二三四，阮我哪会将心啊交予你？你要分的喙一二三四，讲甲我醉醉醉。讲甲我醉醉醉，二三，互我袂记你初见面顶，爱紧七二三四五六七八，爱我的是你甜甜甜，想我的面你甜甜甜，去我的是你甲喘开，无情无泪过三更，我算什么？哎，要注意的是，我算什么哦？这个哆已经是这首歌怎么样最高的音了，所以请大家来看，去我的是你甲喘开有没有？哆西啦，哎，请大家唱这个高音的时候呢，核心要 hold 住，就是把你的小腹收起来哈，好像我们在发声练习，在教乌鸦那样肚子往那个缩起来哦，这是这个，然后呢再发出声音哦，那你要这个要叫 C 哆，这里我剩下面 C 哆 C 哆哆 C， 哎，连着好几个音，那你总不能这个一直缩放，对不对？小腹就缩着不放，一直唱个唱下面啊，哎，我剩下面这个放掉哦，安尼你观音对无问题，啊，个有，请把你的这个颧骨呢往上抬，就是要微笑了，一直笑啊，用力的笑哦，这个颧骨往头顶上抬啊，往上面抬，眼睛眯成一条线来。我们这里呢，无情无泪过三更，我算什么？零零的梦那起，转音有没有来？来，零零的梦那起，我要搁再嗦咪啦嗦，嗦咪嗦啦嗦咪瑞，嗦咪嗦啦嗦咪嗦咪。嗦咪嗦啦嗦咪瑞嗦咪，我要搁再想你。哎，这一句呢，我也很容易唱错。我们从前面大家一起来，再来一次来啊！哎，拍谁陪我唱一下来？零零的梦那七二三四，我要搁再想你。若无感情，就放你去，我要赢。你一口开，五六七八，好，间奏八小节，来，再来要接副歌来。爱我的是你甜甜甜，想我的面你甜甜甜，去我的是你甲喘开，无情无泪过三更，我算什么？零零的梦若醒，我要搁再想你。若无感情，就放你去，我要赢。你一口开，五六七八停。安尼这个所在呢，吼啊，就打赢一口气啊。张秀清上盖新的歌啊，三立8点档天道的片头曲，石国人老师的团队呢，好棒棒的作品啊，就介绍给大家啊哈。什么代志？哦，同学讲副歌啦，副歌搁留一个啦，因为副歌上无熟啦，没问题，再来一次。爱我的是你甜甜甜，想我的面你甜甜甜甜。这个前面的这个甜啊，跟这个蝉呢，第一个字呢，这个上播音一定要出来啊，才会觉得后面你是
哎，有缠绕，有缠绕，有缠绕这样子。爱我的是你甜甜甜，想我的眠你甜甜甜，去我的是你甲喘开，无情无泪过三季，我算啥物？冷冷的梦若醒，我袂搁再想你。同学说呢，这个落差很大，哎，真的啦哈，这我算啥物？冷冷的梦，哎，所以这里呢，你要提早一点点停。好，然后换一个情绪，为什么又要低嘛？啊，这里那个 C 到拉呢，到 C 才8度，对不对？又到多了一个，这要低9度呢，所以会有一点点难度哈。来，我剩下你 hold 住，h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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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来，冷冷的梦若醒，我袂搁再想你，若无感情就放你去，我要赢。你一口开，停，好，这首歌呢，啊，赢你赢一口开，就给大家介绍到这边，我们下次再见，拜拜。